好，另外来关心的是，这极端气候对全球是造成真大的冲击。伫欧洲呢，真侪国家是热到要害去，亲像法国的南部，这温度是升到超过40度。也那中国的贵州是落大雨做大水，灾情是真严重。目前这大水雨的范围已经登去到这个四川，所以当地居民是赶紧撤离。对悬的所在看落去，四季拢淹水，本来停车的地下室也变做大型的游泳池。贵州阳江县伫最近做大水，一礼拜内2遍大水，造成至少6个人死亡。官方发全城的警报，叫住伫咧7大洪区的居民刷去较悬的所在避。大水消退了，民众的厝内拢乱糟糟，趁着天气较好，大家赶紧清理。不过，本来伫咧贵州附近的大雨区域开始转向四川。中国官方离岛县发山洪灾害顶级相关的红色气象预报，即马已经有要甲3万的居民提早转去较安全的所在避难。这场大雨也影响到附近的重庆市甲云南省，各地拢严加戒备。中国真侪所在做大水的时阵，极端气候也影响全世界。伫欧洲天气热到挡袂调，法国南部已经超过40度。Avant de sortir, je douche ma chienne, je me douche. Et puis, ma foi, je rampe, je marche à 4 pattes. J'en peux plus de cette chaleur. 希腊的首都雅典因为天气有够热，官方开放7个有开空调的社区中心，互民众来遮纳凉。真侪人来遮开讲行期消磨时间，不过专工来耍的游客也是来照行程行。We are all from Pennsylvania, and we've never really experienced a heat wave like this before, so we're all very hot, and all of our skin is very sensitive to. 意大利、葡萄牙、西班牙、英国等国家天气拢正热，民众是热到挡袂调，有人食冰消凉，天气打扫也增加发生野火风险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